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看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员昨昏对因的总统 Trump 提出2项弹劾条款，指控伊权力滥散用、滥权，妨碍国会调查。Trump 知影了后是气噗噗，伫咧推特顶头骂讲这是政治迫害。 The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s introducing 2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charg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with committing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美国众议院对总统川普弹劾有新进展，众议院民主党员车集提出2项弹劾条款，指控川普滥权，妨碍国会调查。第一项条款指控川普滥权对乌克兰施压，涉嫌用扣留军事援助款项方式强迫总统泽连斯基调查民主党拜登爸仔影响2020大选。第二项指控川普伫众议启动弹劾调查了后，一直干了。众议院长佩洛西讲，2项条款是庄严行动。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警告川普，莫想要徛伫法律之上。The president who sees himself as above the law. We must be clear. No one, not even the president, is above the law. 川普知影弹劾条款材料后，起家伫推特骂讲是大补。白宫表示，弹劾无正当的理由，甲是要推翻川普政府甲2016年的大选结果。共和党员批评滥权的是民主党，民意无支持弹劾。The abuse of power is by House Democrats, no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ve abused their power to investigate. 2项弹劾条款上近1礼拜会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决，若是通过，会去送众议院进行专议表决。若是众议表决嘛过关，川普会变美国史上第4个向弹劾总统，前3个向弹劾总统，除了大家较熟悉尼克森、克林顿，和1868年安德鲁强森。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入冬是呼吸道感冒的高峰期，正接小话，严重会造成肺炎。也毋过，微肠菌的抗药性基本拢遗失伫咧2成，一半冬煞压关到8成。来看《苹果日报》，台东有一个阿米斯的少年家，36冬前，互伊的老爸带去西非掠鱼仔。 去讨海，按不2个人冤家，伊老爸全甲伊等伫咧一粒小岛顶头。这老爸倒来了后，有真后悔，也毋过转去找，已经找无，一直到这个老爸过身，也敢拢无找到。结果3冬前，这个少年家甲伊的小妹联络到，伊的小妹替伊办证件，过无偌久就要转来台湾啊。 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昏3读通过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未来被害人、被害者会当实际去参与打官司的过程。当案、大案的被害人，甚至会当去调查证据，针对于判刑要判偌重，嘛会使表达意见。 另外，咱立法院昨昏有3读通过考试院组织法的修正案，加限处时19个考试委员改做7个到9个，任期嘛按6年改做4年。这是第4条、第6条、第11条、第12条及第19条条文修正通过。 推也公道，立法院73读通过考试院组织法修正案，甲考试委员的人数拄即卖19人，修改做7人至9人，任期拄6年减低到4年。啊，毋过国民党团批评讲，这根本就是透过修法，互5权分立加向3权分立，有危险的问题。亲民党团嘛质疑，这匆忙的修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样的一个这么重大的宪政的机关，以个别的委员的提案来去 做一个审查是非常的不恰当。我们究竟多少考试委员才适合，才能够来针对我们整体的国家考试制度，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一个核查制度？这个都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针对修法的结果，个别考试委员拢无愿意表达意见。考试院敢若发出书面的声明，院长吴景林认为讲，专案审查的期间，立委关心宪法层级的考试院决策模式等等的议题。考试院徛伫咧互相尊重的立场，呼吁立法院合理修法。针对修法结果无符合因的期待，伊嘛感觉真遗憾。其实几个党团过去很多主张，其实都是废考监的。那其实目前有这个机会，其实这一届我们放弃了，我们希望 未来的立法院能继续努力。时代力量党团的态度，也是支持废止考试监察2院。
若是即届修法，嘛增加考试委员袂当去中国兼职，若是违反规定，会失去考试委员资格规定。啊，毋过立法院嘛通过附带决议，考试袂当要求行政院所属机关的首长列席考试议会，或者是提出政务报告。外界嘛质疑，可能嘛会对未来院甲伊之间的纷争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那苗栗县昨昏是创全国大省，通过石虎自治条例，要用法律来保护石虎。一只水只石虎美伫咧农舍厝顶甲壁之间的芳，看到人挖过去就拍拍叫，袂互人挖。研究人员认为，这只水只石虎可能是受伤，要是无诚久才给伊抓来。详细看无明显的外伤，要过后脚敢若有受伤。它躲在这边，当然是一个我们过去也没有这样的记录的资料，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怀疑说会不会有受伤，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除了南投县全力伫咧保护石虎，石虎上大车地苗栗县一再传出石虎被落杀的消息。苗栗县议会就定做石虎自治条例，一道总算三读通过，是全台湾第一个针对单一部长创设的自治条例。我们怎么样给他奖励？那不用一定要明定在这个规定里面，他可以自己就是去做，然后去鼓励，去发新闻稿也好。如果范围太大的话，反而会觉得失去那个功效，所以我们就维持这个部分，我们会就是维持当初县府的版本。苗栗县石虎自治条例上有争议的第4条，国民党本来要求县内开发工程，开发面积2公顷以上，或者是新开的路长度3000公尺以上才适用，甲民进党版本差诚多。要所通过的条文是开发面积1公顷以上，或者是新开甲拓宽道路长度1000公尺以上，伫咧规划设计阶段就要问专家的意见，采取对环境友善的讲法。不过环保团体认为保育机制也是无够。他又把本来要鼓励私地主他们主动进入这个机制的规则删掉了，就是变成私地主他们主动参与的意愿应该就会被减少了，比较可惜。保育团体认为，这边所通过的版本，跟之前县府所提版本差不多，也只是对政府的公共工程有强制力，对私有地并无限制，也阁无够完备。不过换来总比无来较好，希望会让互石虎的保育更加进步。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来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伊不时拢会讲伊红抹黄，也是抹黑。总统蔡英文昨昏是讲，这侪代志落尾拢证明讲是韩国瑜的支持者家己做的。针对香港的浸大学生会批评民进党，敢若想要利用香港人的会、香港反送中这件代志来换选票。咱总统蔡英文是回回讲，无这款代志，香港的代志是互咱台湾人会使自我警觉。状况，我们也是第一个时间要反应。总统蔡英文打到婚礼，就是针对最近这几天偷盗的介绍一直啦，农民不满要引进外国偷盗的偷盗事件来做解说，希望讲会当安大民心，因为选战竞争的问题。针对韩国瑜讲家己的查囝韩冰去互网络做讹，讲有心，家己是去互做黄，落尾却证实做黄的相片是韩白所做的，批评韩电影无应该甲这寡代志拢使互政府或者是立业，甚至是针对韩国瑜破面册批评讲，总统蔡英文用四下的人旁来走行政的代志，伊嘛做一届来甲推断去。以后，现在做候选人又常常请假，那我们也不禁的怀疑，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角色跟责任的认知是不是足够？韩市长并没有完整说明包括这个照片的事件或之前他的房子的事件其实他都有必要清楚的跟台湾社会说明。针对台湾政府用港澳条例第当处理香港人来台湾找保护的代志，引起香港浸大学生会长帮仲宪的批评。民进党敢若想要用香港人的会来换选票，蔡总统特别回回讲，绝对不是利用。我不觉得是我们利用香港人来进行选举，而是一个在香港的事情发生之后，台湾人民的一种自我警惕的过程。就伫咧蔡总统做出回应了后，落尾帮仲宪嘛伫人面册抛一篇文章来回释咧，希望台湾会当选出一个真正会当代表台湾本土的总统。若是立法院长苏家全办公室的主任张嘉玲，希望讲是卡神优惠如超代志的门神，嘛互蔡总统佫一届来回应讲，希望代志到这就好。我觉得卡神的这个事件已经过度了那也不要再无限上纲了。国民党质疑说，那个主任是杨惠如的门神呢，你怎么看？谢谢你。
另外，针对总统大选的辩论，韩定也提出由公司三立等等的媒体共同合办。不过，蔡总统表示，针对任何形式的辩论，伊拢会真认真甲真严肃的来面对。而且，辩论这个代志无应该有政治操作，希望讲有意思想要办的媒体互相讨论，整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要拼明年总统选赢，蓝军即马是展现团结。韩国瑜的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昨昏是甲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见面，要求总部党部爱合作伙，爱合作一个。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是对话尾，伊伫咧面册顶悬批评总统蔡英文是利用香港的拼选票。并选战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七十多人高雄，听基层声音，对空军基地张善政中心人员政策，若是当选会顾好核电厂安全。我住在新北，我跟大家是同一条船，而且我比大家更接近核电厂。我们上任以后绝对会把这个核电厂的安全顾好。另外，张善政也阁批评民进党选举败乌。这个民进党就好像是老鼠党。就是一窝非常有组织的老鼠，在这边吃香喝辣，很会吃，很会吃，很会抹黑。炮火对准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伫面册批评蔡英文，将香港当成换选票的工具。因为韩国瑜即位，蔡英文公布时间早选举行程，蔡英文要求公布资料来源，韩定也隔空反击。我们直接从总统府公布的公开行程里面去找的，11月的80几个行程里面，就有4成通通都是在公庙。辛苦了，你接了重任了。除了联手对外对内拿赢，也继续整合。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会面。朱立伦当面要求党部竞总2合1，发挥最高战力，也阁邀请吴敦义担任竞总应副主委。不过拿赢执政县市的首长是不是拢会接地方竞总的主委，话是真保留。15个执政县市尊重各县市长，用各县市长来领军辅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不是要接新北竞总主委？朱立伦无正面回应。对外界质疑，拿赢各派系已经开始为选后卡位，展开人事布局。朱立伦重申，即马机会胜选，任何人免有自私自利考虑，强调拿赢爱大团结，并自控胜选。记者综合报道。那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伊是宣布讲，伊的全国竞选总部正式挂牌成立，嘛发出拿力杀两平，人民抗中央的口号。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伊是讲伊也未决定讲总统要当互谁，伊也阁讲当互宋楚瑜，伊也袂调。宋楚瑜，余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副手吴湘入围参选人港台，宣布全国竞选总部正式启行。除了跳6大政治国会部，也讲伊国选选总统是要找回有能力、有执行力的政府，和台湾走向本土化、民主化、国际化。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讲，也未决定总统要投谁人，也讲投宋楚瑜也未调。2大党宋楚瑜怎么可能会赢？就是因为人民对于自己的投票权，如果没有能够好好把握的话，那个才是台湾民主不会赢。宋楚瑜讲，就系对台湾的民主有信心。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讲，民调拢是假。宋楚瑜是讲，国民党自2000年就开始做假民调，未来大型包括全资记载假民调，就是出现伫台湾，互人真见笑。另外，民众党团说官商幕僚互相无啥介意，无分区的民调也扭袂起来，拢互郭文哲头真大，所以想要营造郭文哲的危机感，互支持者出来投票。因为毕竟2022到2024，如果那个能量也要想想看，有什么那个能量撑过去，或真的是选得很差，一下任的就等于就空间就很狭窄嘛，会困难度会变高的。郭文哲讲，即边若无选好，若市长摕来了，就将派各有政治力量来拍2024。而针对时代力量的立委吴国昌伫咧拍板案，互人叫做催票机。郭文哲徛伫好朋友的立场，认为吴国昌应该排伫咧时代力量无分区第1位，也讲有拍板的影响，就是因为社会无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虽望东北季风有略略增强，也毋过这波冷风强度无强，影响的时间嘛无介长，雨水嘛无啥济。咱来看群图，气象局是表示讲，今仔日只有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云有较高淡薄啊，有局部短暂雨。啊，若东部、东南部可能有阵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温度的方面，北部、东北部有较凉，高温有比昨昏落2度左右。北部的高温有22度，啊，若花莲、台东高温是24度，中南部的高温有26度到27度。也毋过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有差10度，所以乡亲早暗爱套衫。来看第25届国际气候峰会伫咧西班牙举行，场外有真侪民众伫咧静坐抗议，阁有一个8岁的查某囡仔爬起伫电火条仔顶悬，也瑞典小卢桑伯格讲过的话，要求各国的头人爱针对气候暖化提出实际行动。爬上电火条啊，8岁的查某囡仔对着厝内人参加气候暖化的示威活动，伊揢着瑞典小卢桑伯格的名言：“你安怎讲？”要求各国领袖对气候暖化问题确实采取应对行动。Wir haben keine Zeit mehr. Wir haben noch 8 Jahre Zeit, unter 1,5 Grad zu bleiben. Und solange unsere Politiker mit Pillepalle vertrönen, werden mehr Menschen sterben, mehr Menschen seine Heimat verlieren. 各民众做一只黄色的船，要求气候正义。嘛有人揢着布条坐伫马路中，敦促各国领导人保护雨林，避免受到犯罪者的侵害。嘛爱走动伫亚马逊雨林内底。So it's really necessary that we take care of the climate and especially for the global south, which are feeling the impact right now. So it's for those people in the first line that we are using our privileges and the ability to be arrested to come up for them. 伫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嘛穿着传统的服装加入示威，抗议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剥夺原住民部落的权利，佮鼓励对部落的保护地进行商业开发，互因的族人，并对非法彻查佮侵占土地危机出现思想。这届气候峰会5月13号会结束，为10号开始，各国部长会加入会议，讨论巴黎协议的规定。其中上重要是各国安怎计算透过帮助其他国家得到的减碳量。真侪已经开发的国家毋望用更加严格的定数进行估算甲报告，说互部分开发中的国家反对。另外，界嘛咧关心峰会了后是毋是有确实的办法来减慢地球暖化速度。记者连上报道。咱的6月7号，今年6月份下起伫天顶，经过要半冬，昨昏开始对外提供一寡大气层的资料。6月7号，今年6月发射，经过5个月资料比对校正，7开始对外提供大气观测资料。10月份到11月7八，拢用上网络下载。收集的资料是这个无线电波经过大气层跟电离层的折射角。那透过这些折射角的计算，我们可以导出大气层的温度、湿度、压力，还有电子密度、总电子含量这些参数。实线的部分是温度，那虚线的部分呢是陆点温度。负责运算6月7号团会所记的是气象局台湾资料分析中心，机房内底40多台伺服器，平行同时计算，为接收原始数据，到改算出温度、湿度、电子浓度，只5分钟就会使。尽可能互6月7号的验证资料，伫30到45分钟内分散互全球气象中心运用。像福卫7号在上去之后，它会透过一些数学的方法去反求出在大气之中这种探空的资料，那这种探空的资料其实是就会非常的密，尤其整个海上，甚至是全球都可以得到类似的资料。其实，复测提供的天气资料，甲人工的探空气球同款，按过探空气球限制伫陆地顶悬放。6月7号无受地理限制，沿米波海面上气象观测资料不足。6月7号的观测数据若是有误差，沿甲地面气象站的资料互相比对，未来应强化激烈天气的预报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纽西兰的北岛火山熊熊爆发，目前确定已经有5个人过身，8个人失踪。另外，送去急救的31个人内底，有一寡人烫着伤，伤势真严重，冒生命危险。
纽西兰北岛外海的北岛，伫事发一天一暝了后的72时，虽然地动甲喷发活动有降温的现象，不过依然继续喷发火山灰，致使几个所在大伫沿部甲危险的气流当中。所以，无论是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搜救行动，目前拢无法度进行。Police and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have undertaken a number of aerial reconnaissance flights over the island since the eruption. However, no signs of life have been detected. 纽西兰政府将暗暝数字显示，北岛火山喷发的时阵，火山口内甲周围有47名旅客，除了已经确定罹难的5个人，其中的8人恐惊也无啥物希望。外电引用受伫上患的病院的消息讲，后山甲大病院的31名上患，部分的人有严重受伤，恐惊也是无救啊。北岛是私人财产，虽然为自2011年开始就一直喷发，不过业者根据法规，依然有权看情形安排是毋是出团，予游客为空中、海上，甚至接近火山口欣赏壮观的自然景观。另外，旅行业者也必须先予旅客了解接近活火山的风险，最后由旅客决定是毋是要去。所以警方目前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调查清楚规个事件，责任归属。It's early days yet, so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e evidence, talk to people, and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英国天空新闻的消息指出，火山喷发的1礼拜之前，北岛的火山活动等级是第2级，依然在安全范围之内。记者综合报道。那捷克第2大城昨昏是传出枪案，凶手撞入去医生馆开枪，造成6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落尾，这凶手嘛开枪自杀。大学病院外口叫封锁线围起来，气氛震荡。捷克70早起7点，病院的手术单护士雄雄有亲手走入来，开枪杀病人了后逃走，因为拢对准头壳甲胸坎，伤亡惨重。现场看到人，佫真惊吓。是闭在车边，唔敢起来。No, bylo to hrozné, já jsem z toho ještě dost tak v šoku, jako, jo, je to smutná událost, prostě nedá se ani o tom mluvit, to ani se nedá komentovat, je to hrozné. 發生槍擊案了後，警方隨封閉病院展開搜索，不過嫌犯早就逃走了。安尼嫌犯在警方抓人的過程中，向發現已經先向家己頭殼開槍自殺。捷克總理第一時間是趕去病院看受傷的人。Ten závěr vlastně naší schůzky s panem ministrem vnitra a i s panem hejtmanem a primátorem je, že jsme se dohodli, že přispějeme pozůstalým částkou 300 000。病院外口有民眾點蠟燭替受害者祈福。目前除了槍擊地點，警方各地調查，其他所在攏已經恢復正常營運。安尼嫌犯已經知影是一個42歲男性，詳細犯案動機各地調查。这嘛是捷克在2015年造成8人死亡的槍擊案了後，上嚴重的一擺。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英國的國會要舉行大選，啥物代志攏有可能會影響選情。頂禮拜有一個4歲的查甫囡仔，親像是因為破病去病院掛急診，結果無病床，全困在塗骹，困4點鐘久。這張相片互壓出來了後，即嘛互反對黨摕來罵政府無注重健保。就是这张查甫囡仔倒伫病院涂骹，身躯看红色画图相片，伫英国大选之前引起健保危机的话题。自然扩大工资数，加强健保医疗工党，亲像是扣着枪。Tories have had 9 years to fund our NHS properly. It's time to bring their regime to an end and elect a Labour government that's determined to fund our NHS properly. 自由民主党也批评健保医生当年向台造成资源欠缺，这张相片就是上好见证。这个4岁查甫囡仔因为感染肺炎，顶礼拜二去英国中部城市利兹综合病院看医生，想袂到无偌久就向讲急诊室名称爱扭出来，此外伊向带去无名称的诊疗室，伊直讲想要困，该当困伫涂骹，结果一倒就超过4点钟。暗时10点，即共带去儿童治疗中心，又搁伫临时探假做5点钟检查，落尾总算有名称会当休困。查甫囡仔妈妈对健保服务是真失望，决定过2天大选要甲票投互工党。记者用手機展出查甫囡仔相片，問英國首相強生有啥物看法？強生根本就無愛看，敢想要替保守黨嘅健保政策背灰。 You refuse to look at the photo. You've taken my phone, put it in your pocket, Prime Minister.
His mother says the NHS is in crisis. What's your response to that? I'm sorry. It's a terrible, terrible photo, and I apologise obviously to the families. 代志发生了后，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赶紧去利兹综合病院视察，表示会甲这间病院的儿童治疗中心扩大3倍，卖用破纪录资金投入健保。不过，伊离开病院时，受到工党支持者抗议。这事件先引发部分选民对保守党的反感。不过，目前的民调，保守党也是赢过工党。记者综合报道。 用规桶的冰甲冰水对头壳顶淋落去的挑战，是一项在呼吁大家爱重视渐冻症的这款疾病。发起这个挑战活动的渐冻人，找到过往啊，伊食到34岁。伊嘛因为发起这个挑战，替这个病症伫咧全世界募到新台票67亿。冰桶挑战的发起人皮特·佛瑞兹找到伫咧美国波士顿的厝里过身。 伊的亲人声明讲，伊是天生的领导者，上好的队友，嘛是少年运动员的模范。伫咧困难当中，用勇气甲坚定不变的正面精神来面对，伊个启发所有的人，用家己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的人。而且强调讲，佛瑞兹毋捌越切过家己的病痛，颠倒认为讲这是互其他的患者啊个家属带来希望的机会。佛瑞兹的丧礼会伫13日举办。伫伊要过身的前几点钟，美国职棒大联盟则开记者会，准备要甲伊伫咧波士顿合伊的棒球的帽仔来拍卖，当做 主线募款，伊伫咧2017年得到美国大学运动联盟 NCAA 鼓励人生奖，迄当阵已經發病。 What you've been able to do to inspire so many people to support this cause is it's monumental. I mean, it is in fact inspirational. 佛瑞兹大学时阵是棒球选手，毕业了后捌伫德国担任棒球佣兵，等来美国了后嘛加入去业余的队伍。2011年伫咧一届的比赛当中，手骨球牵着，发现真奥治疗。2012年27岁时阵，确定伊得到 ALS 肌萎缩性脊椎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人哋讲的渐冻症。患者的肌脉渐渐无力，全身的功能会退化，目前无啥物药通好治疗。 为着要提悬大家对渐冻症的关心，佛瑞兹伫咧2014年发起冰桶挑战，伫咧全世界社群媒体引起流行，用点名的方式，用透冰的水拄头呛落，甲影片传去咧网络。若是无要呛冰水，就爱捐钱。迄当阵有真侪人毋有呛冰水，嘛有捐钱，募款超过2.2亿美金，差不多是新台票67亿。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大阪地下铁宣布讲，对昨开始要伫咧4个车头做扫描面部的测试，主要是办讲看会敢会使伫咧2025年大阪的万国博览会进前，互大阪133个车头拢到这个系统。 镜头搁倒来，咱国来关心南洋的立委，前几日去外交部抗议，外交部叫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倒来咱台湾，甲杨惠如期望军起回头加防这个代志讲互清楚。昨又搁发起过路过行政院，即摆是叫行政院长苏贞昌爱出来面对。 因欢迎国民党团总调陈明忠号召路过行政院前，向行政长苏贞昌抗议。民进党全面切割卡陈杨惠如，要求苏贞昌出来讲清楚。 陈明忠张显耀等5人代表行至行政院，向副秘书长何佩珊交陈情书提出3点诉求，要求将陈情书当面交予苏贞昌。苏贞昌看到陈情书后3天内，对全民水平如何处理这案件，时限就伫本礼拜5下班进行。过程是真和平，不过针对切入南亚平台伫外交部发生冲突，外交部切实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要告南亚立委甲市员等人。外交部基于维护法治。 以及捍卫我们同仁的权益、我们同仁的尊严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决定正式的向警政机关提出告发。对于执行公务者，对于在基层的员警，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有任何违法，我们支持依法追诉。 苏贞昌支持外交部提高暗过南洋市官李明贤主动向中情1分局到安水平，南洋各收集证据，要提高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推挤当中，让我们的陈义珍立法委员受伤，这是完全是吴钊燮部长下令，所以我们会到地检署去告发吴钊燮下令伤害、协助伤害。 陈明忠认为外交部提高南亚平台是为了转移杨惠如网
网军案件焦点。张显耀中心确实行政3项诉求做未到，国民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卡神杨惠如刺网军这个案，即马嘛有民进党的基层呼吁爱开除杨惠如的民进党籍。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昨昏有讨论，嘛有提出2点的声明，包括讲因尊重司法，另外党部嘛会去做调查，再过来做处理。因为司法调查还没有结束啊，那依这个无罪推定原则啊，我们不能未审先判这个我想对我们的党员也不公平。那我们也希望司法单位能够尽速的这个厘清让这个真相大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讲，一审若定案会有一审的处理方式，若有判刑嘛会有判刑的处理方式。若准有违反规定，就会上评议委员会讨论，嘛会请当事人来说明。若杨惠如伊本人咧，即马有风声讲，伊已经出国啊，即马人无伫咱台湾。来关心疾管署公布有新增加一例对外国喂着寒热马拉利亚的案例，这是伫咧下港50外岁的一个查某的生理人，伊去非洲的伊索比亚做生理，去互喂着，嘛有去治疗，无想到倒来台湾2个月了后，即马佫举起来。南部一名50多岁女性，今年8月到10月捌到伊索比亚工作，出发进前无食马拉利亚预防的药啊。10月中因为发烧诊断好亲像是马拉利亚，伫当地住院4天，症状改善了后就出院。毋过到台湾了后2个月，佫因为发烧上呼吸道感染去住病院。验会确诊为着尖致疟是近3年来第一摆马拉利亚复发个案。判断是疟原虫潜伏伫肝脏，目前个案也在住院治疗中。推测说，这个个案可能是在非洲，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根除治疗，以至于就是隐藏在肝脏的这个疟原虫再跑出来，造成这个症状。疾管署表示，马拉利亚是有感染，目前疟蚊传播，因分为尖致疟、热带疟、散热疟甲软性疟。早期症状主要是发烧、头痛、关节痛，若无妥善治疗，严重可能会鼻肿大、黄疸、急性脑病变甚至昏迷。尤其是尖致疟甲软性疟，可能潜伏伫肝脏几年以后佫复发。另外，最近新闻量连假去中国旅游民众爱细致新型 A 型流感，因为顶个月中国公布今年第1甲第2例 H9N2 病例，2人拢家禽，或者是家禽屠宰场暴露死。H9N2 这一种新型 A 型流感或禽流感呢，已经有30多例的人类病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的病例，以及1例重症肺炎的病例，所以民众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疾管署提醒去中国旅游时，鸡鸭鸭肉甲卵爱煮熟，唔通去摸，或者是饲大鸟甲鸟啊。爱骨力洗手，确实出现症状，挂喙按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科技愈来愈进步，咱国内5G头一批频谱的竞标，伫咧自昨开始，底价是300亿，标金无尽崩。有5间5大间电信业者互相竞争，按算伫咧年底就会有结果。5G 呢，今年的频谱开始拍卖开始啊。早起出席5G 应用论坛 ，NCC 代理主委宣布5G 竞标正式开始，有5大电信业者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亚太台湾之星参加竞标。头一波上回接照 ，NCC 放出1800 MHz、3.5G Hz、28G Hz 3频段。第一阶段划价是并款数量，大家拢有10块下竞标，预计2礼拜会当结束。向看做黄金频段的3.5G Hz， 伫竞标的头一天，暂时的标金突破260亿，1800 MHz 暂时无人出手。国际经营来看，应该是3.5G 这一块是非常最激烈的一块，当然是价值最高的。5G 的传输速度比4G 近超过10倍，亲像是登录1点钟4K 影片，4G 差不多要用1分半钟，5G 较无10秒钟。未来会当应用伫超过位置的影像传播、车联帮等智慧服务。5G 建设跟台湾电信未来真有关系。很多这个未来的想象空间非常大哈，包括自动驾驶、远距医疗，还有8K 的这种影音等等。不过，保健5G 一定要增加真侪基地台，对人体健康有基础。NCC 指出，密度会比即马加3到4倍以上，会甲环保署合作防治风险。若国家预计5G 支出，一间电信业者一年差不多爱开100亿，
未来智慧安怎定，嘛是一段考验。大家都在讲嘛，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好几家这个至少有3家到几家的这个业者，如果未来不要到5区评5区商转的话，他必须面临竞争的问题，所以他的资费的定必须去符合，比如说合理而且具有竞争性的这种情况。NCC 强调，智慧原则上是上个机制，未来还是尊重业者的定价策略和方案。有追市场完成了后，预计明年的下半年开始商转。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建国科大电子工程所甲机电工系统所的硕士论文，即马嘛互亚讲写一寡落个数据，甲即个科系拢无关系物件。教育部讲会去向即间大学讨论文，再搁请学者专家来鉴定。建国科大学校内面有一个缩小版的福摩萨公园，有一位今年毕业的硕士生，对内面的小日月潭跟滑道顶头的喷泉真有感受，就用这做适合的环境，研究喷泉产生的负离子甲压力缩放的关联。不过学生读的是电子工程，而且前几档这个所要过符合文、脊椎枪、气体文加所爱硕士论文。利用一些那个电子仪器来量测，把这些资料再做分析。用电子技术做基础，应用伫咧生理所啊。系主任讲，对方定了无啥好，因讲内容甲研究方法符合伊所学的，因为刚好的机电跟系统所98到100学年也出现，像是讲夜市设计的论文，怀疑甲所学无符合，又互人质疑。系主任讲是100学年之前，系所有一个科技管理组。科技管理组，我们希望能够结合生活、科技跟管理。然后能够把学生训练有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常才。两个所的所长出来解释，教育部也是决定109年先暂停招生，那调查确实未来会停止招生。首波短期会针对专案辅导学校跟被检举的学校来进行全面普查，长期的部分会建立教学品质实地查核机制。自中九教建国，全国私校工会讲，这种情形已经真久啊。是真侪私立科大为了要招生，牺牲教育品质的结果。但现在就是少子化影响到我们私立科大的招生嘛，所以就是滥竽充数嘛。现在的现象就是很容易进来，而且很容易毕业嘛。当两部同一个形式主义，造成高教的乱象。游盈辉认为，除了教育部已经规划甲论文品质管控机制，来伫大增教学品质的查核。指导教授也应该用各项严格标准要求学生的论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嘉义市的北向湖公园是雨拐仔的生态地，市府每年有编1070万，要翻新公园的出入口。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个所在雨拐仔遮济，公园就要有在地特色，安尼开这条钱才有价值。嘉义市北向湖公园占地25公顷。保育团体统计内面有上100只的侏罗树蛤仔，是市内唯一有侏罗树蛤仔的所在。市府准备明年要设置入口意向装置，初步规划是喷泉。在头啊，无太热呢，热天做热啦。你讲安尼尔无啥人出来，你看。安尼会感觉较水啊，若热人有喷水嘛，感觉较凉啊。不过，民间团体认为喷泉无特色，希望用侏罗树蛤仔符合生态状况加教育意义。它是因为它是南部的蛙嘛，北部也没有，它就只有分布在云嘉南所以真正能凸显嘉义的特色其实是侏罗树蛙。要采入口的意向装置，主要是公园入口面对四线道直线的车道。北湖港树林因为路无适，佫开伤紧，车煞开入去公园内。市府希望用入口意向装置提醒港树林来注意。两边的这个道路非常的宽广，包括野外路以及文化路。我们希望以入口意向的这个造型呢，来增加用户人对于这个周边环境的一个关心，减少车祸的发生。市府明年已经编1070万预算，要建设公园入口，强调对各方的意见拢会做参考，完成设计了，会阁开公听会，请市民最近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即马禁止屠宰，也毋过灵骨塔嘛强要甜啊！今日乡公所当地规划壁葬，什么是壁葬？做伙来了解。
这是花莲隔海乡主云山怀温园区，因为有设火葬场，所以花莲北区5个乡定期拢会甲死者送来遮火化，再送去其他连骨塔坑。毋过即马塔位是愈来愈少，而且辖区内嘛禁止土葬，若是搁找无安置的方式，即寡过身的人的黄金甕啊，毋知要扛到倒位去。入职2300人是每年哦，所以这2300人，如果我们没有来做一个避葬或者是执葬的一个设置的话，会再来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哦。撇葬的意思就是利用回收的土葬区翻土了来去一面连骨墙来扛黄金甕啊，安尼毋但空间会当减真济，而且佫会当照无共的宗教信仰安排无共的塔区。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水土保持的问题。这块土地已经很老旧了，是不是在水土保持的部分，我们也恳请专家能够替我们先去做这个地质跟这个水土的评估。为着安全，隔岸乡公所冒请土木技师来做状况的调查，而且编200万的预算要加强排水系统，未来说撇葬袂当使用到旧的冻土结构。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一阶一阶的那种梯田式的那种方式的挡土墙，必须要透过一些钻探，也才可以透过那个地质资料以后来判断它的地质的承载力。公所强调讲，撇葬第1期的计划要开8000万，总共要做4590个塔位。若是效果袂歹，未来规划第2期甲第3期的撇葬区。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员工长期卡手无够，搁会面对旅客，有的旅客较无理、较鲁的，因的工作压力就真大。最近台铁有提供一寡会当排解、讨解压力的物件，互员工，亲像是会使拍无身躯出气的物件，互提着的员工看了爱笑嘛害头。好，是这样子哦。日本互员工所压放松酒款，一个这岛上型的棍击，加砖头啊操作的导拿机，这几工拢分到台铁北中南加宜兰花莲国的运务段。台铁最近对主管发通知，这是针对运务处第一线服务人员所推出的心理卫生关怀作业计划。万一若拄到较无理性的旅客，会当用这来疏解心理压力。还蛮令人傻眼的。怎么说？就是其实我们就算打那个舒压小物，其实不会帮助到我们。就是感觉只是一个形式上，感觉有帮我们舒压。可是我觉得我真正需要的是，比如说我们被客诉的时候，长官会不会愿意帮我们讲一点话？基层员工讲，人无够，工课过多，互人去投诉了，定时搁白挺，这拢是爱根本解决的压力。台铁专业工会也批评，开这寡钱买物件，不如互员工更较实际的生活津贴。比较其他公务员有结婚、生囝加子女教育补贴。工会也积极行政院进前讲，台铁若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过台铁估计就上这生活津贴加薪资调整案，到这嘛拢无过。军公教的生活津贴，那它包含是子女教育补助费，然后结婚生育补助费，最多大概5个月的薪水。那以我们现在台铁来说，我们大概只会有职服会发放一次大概2000元的津贴。内部员工讲，这寡所谓压力的小米啊，开无够10万。对于分这寡物件引起争议，台铁无愿意回应。只个来讲，有关台铁争取员工生活津贴的案件，8月伫咧企业工会也个调解理会协调下，已经伫咧甲行政院协商，并不是外界所讲的这个那分物件无争取员工的福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支慰安妇纪录片《阿嬷的秘密》，记录13个台湾人去做慰安妇的影像甲考团历史，即马要捐予国家电影中心。较无人看无起，50几年，我只在透过妈妈。大肚阿嬷伫妈妈灵前念香哭出声，伫70岁被骗去做慰安妇，是一生难忘的伤痛。20多年前，妇女救援基金会出钱，导演杨家芬执导拍成纪录片《阿嬷的秘密》，留存13岁代接慰安妇珍贵的影像甲考述历史，得到金马奖。敬佩这些阿嬷在这样子的困境之下，他能够坦然的道出自己这样不堪的过去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纪录片以16比例加更数翕的，为了让珍贵的影像资料用在恒温形式的完善环境中长久保存，扶管会决定选伫12月7日国际人权日，将原来3卷影片捐予国家电影中心，佮进行后续数位化工作。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战争的害处，战争所对人造成的伤痛。杨家芬道歉回忆当年所翕的总长度有6万首，不过纪录片长度只有9000首。伊原有3-4位阿嬷的画面无放入纪录片，伊希望这无放入影像，因有机会重新整理，固定现伫大家面头前，也呼吁大家继续向日本政府抗议施压，向阿嬷公开会室内行因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屏东县在推广可可仔产业，也毋过会产生大量可可仔果的壳的废弃物。屏科大即马就教授结合农场，把这壳摕来做文创商品，摕来做食饭底用的珠啊，天然阁好用，甲本色变黄金。若要做巧克力豆，就爱甲可可仔果的籽挖出来发芽，互伊产生香味。刷落去，再阁继续加工处理。毋过，即时阵，剩落来壳就会变做粪扫。屏科大的蔡文典教授，就利用可可仔果的壳来开发文创品。首先一定要先把它烘干，不然它很容易烂掉，长虫。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烘干后的这个可可的果荚。可可仔果的壳有天然的有机质和木质纤维素，干燥了后，阁有特殊的芳气。蔡教授专和在地可可仔有机农场业者。以及生产活性炭的厂商合作，利用壳的特性，同齐做出特殊造型的餐具。用可可壳再利用再处理，做成可可杯垫。对于废弃物的处理，它有2个面向。第一就是它是不是占有的空间的问题，会产生环境上的困扰或者是影响。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整株循环利用这当中产生更多的效能跟经济的效益。用过。可可仔果的壳，敢若会当甲烧掉，毋但会产生臭味，阁会增加环境的负担。即马摕来做餐具，就通解决可可仔产业所衍生的农业粪扫处理问题。嘛，因为开发出新的产品，互农业粪扫创造新的经济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啊，伫咧花莲是有一阵少年家结合在地渔业，推广食鱼的教育，带游客用无共款的角度找转来渔村的文化。公司大期待青春咱的梦，10点带大家做伙来去。2016年，中山大学海工系毕业的吴文启，因为想要让大家了解海洋环境有偌重要，所以登去到故乡七星潭成立会游吧，和其他有共同信念的少年人同齐推动食鱼教育。因为鱼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接近海洋的媒介。可是我们其实，在吃鱼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在意好不好吃这件事情。可是其实鱼它其实你可以透过它外形的观察，然后它的一些特征，它其实是可以去跟海洋环境或是这个地方的水深度，或是它喜欢居住的地方，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连接。会游吧设计体验活动，带民众熟悉七星潭，嘛结合花莲在地产业，下那站小解当钓时的鱼，嘛教人安怎料理、安怎食。因为以前就是掠下那鱼，所以叫做下那站。对，所以人也讲要了解讲几头岛是安怎掠来，还是讲迄鱼啊是为倒来咱花莲食，大部分拢是为下那站掠来。透过和政府机构、民间单位等等合作，会游吧打出七星潭，向民众传播海洋甲渔业知识，伊嘛和其他的地方创新组织互相交流。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其实是跟在地的渔民的关系，它其实是从尊重的这一块开始，怎么去做活动的导入，所以不是那么样的商业模式。一个在西部做养殖，然后他们在东部做定制渔网。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未来互相有什么样串联平台的一个机会？看涨退潮嘛，因为要是涨潮收潮。会游吧一直透过实际经验连接传统产业、旅游甲服务，望未来地方经营甲自然生态拢会当句句当当。记者吴定武、柯宏耀采访报道。世界正新息来看英国正出名的坐标大师班克斯推出以耶诞节上新的作品。伊伫咧一只定有游民甲家友伫咧坐长椅啊边啊，为2只替耶诞老人拖车的落架，袂输要带游民飞上天，四界溜溜去。伫伯明翰珠宝区的这壁边，有一个家友啉饮料了后，就倒伫伊条啊，可能这已经是上舒适的所在咯。不过，伊并袂孤单。
头前的壁边有位两者飞起来顺路，会带伊飞上天顶。这是英国有名的走壁大师班克斯亚当的新作品，伊伫 IG 分享这个影片，嘛讲伊条顶的一个男子叫布莱恩，伫翕影片的20分钟，有几个人喝一罐烧的饮料，2条巧克力，佮奶蛋。班克斯发表新作品对街友送温暖了后，这个一条啊随变做热门的景点，吸引真侪人都伫顶头翕相。对面珠宝店头家，学了班克斯这个想法真好。毋过伊嘛烦恼，这幅图会向破坏，无偌久就人行过围栏，替顺路擦红片啊。去年班克斯伫耶诞节之前嘛发表新作品，地点伫南威斯一个徛过车库外壁。这幅图由灯发的2面壁完成的，为其中一面壁来看，头壳底部仔的查甫囡仔喙开开，双手拍开，敢若是咧迎接天顶落落来雪。另外一幅图是伫小的天堂啊，看起来浪漫色，原来是落落来花雨，显示当地空气污染真严重。迄当时厝主嘛规工烦恼，为叫一直来游客破坏这些透气。班克斯去年10月份伫英国苏富比一场拍卖，好家己话伫拍卖成交的时，用藏起来的喙纸机切做一条一条的喙纸。这项毋捌发生过的行为，互班克斯真有名，伊的话嘛愈来愈引起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无爱无爱滴的鱼蠓啊，伫咧全世界的海洋塑胶本数内底占1/10，尤其是波罗的海受鱼蠓仔污染是更加严重。即马芬兰推出一项环保计划，要甲波罗的海海床内底鱼蠓仔拢摒清去。根据联合国统计，亲像这款外地鱼蠓占全球污染海洋塑胶量的1/10。伫中欧甲北欧之间的波罗的海有真久长的渔业传统，嘛受到外地鱼蠓严重污染。要将这海中鱼蠓找回来并不简单，因为因伫海中差不多是看无，又讲叫做是鬼蠓。Nobody is going to get the nets up, so they are taking not only the fish there, which will die and rotten, but also birds and marine mammals. 经过几个月研究，这个芬兰团队用特别设计鱼蠓胶瓦，在尽量不影响海床的情形之下，伫有问题海蟹拖行和外地鱼蠓。过程辛苦又搁真班，上一摆因无好钓，毋过过去3礼拜，因拖行300公里海床，收获差不多1000公尺长的鱼蠓。Around these waters,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as big a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Baltic Sea. So if we go to the Swedish coast, so we can really see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and it's more serious than what we have here. 伫几礼拜内，团队决定是不是要去芬兰以外的海域和外地鱼蠓。研究人员指出，会出现这项计划，代表愈来愈多国家总算知影鬼蠓造成的环境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今日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